得喎，嘉景康城樓王單位喎，30幾萬攞低啦！你睇下呢個南向嘅露台啊，望翻成個內園景觀啊！呢個園林咧都係香港迪士尼貝爾高林設計㗎，130幾方。嗱，你望到嘅全部都送晒俾你，呢啲啦，地氈啊、sofa 啊、酒櫃啊，呢燈全部都有中央冷氣，全部有130幾方，而且係私家入戶呢塊。做個鞋櫃都冇問題啦，門口一關電梯出嚟，全部係你屋企啦。而且你睇下呢個雙開嘅廚房，西門子嘅冰箱啊，全部送晒俾你噶啦。房間太多啦，4間房客，我哋望下呢間書房，跟住再望下主人房，差唔多噶啦。L 型嘅衣帽間，所見即所得啊，衛生間嗰啲，跟住呢邊3邊落床，反正你睇到嘅全部送。30幾萬輕鬆上車，嘉景康城樓王130幾方嘅大平層，客廳接近5米噶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呢，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，我係祥仔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